真惊才爽快。啊，规间白种哦，那我会搁较爽快。啊，讲真，我这世人哦，做上大就是做甲店总经理。哦，啊，这间白种哪会敢若剩我一个人？啊，因母仔囝拢走，逐个董事长甲大小姐的。啊，哪会拢无人啊？免惊，免惊，免惊，哎，免惊，免惊，妈咪啊！免惊，免惊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来个，你即马是咧古镜头，搁起啊着？董事长啊，恁查某囝搁着迄个插甲刷着。就是去死人刷了，无人刷啊，什么长甲仔刷？你煞毋知我去阮囝着毋知安尼错干咧，妈咪啊！免惊，免惊，咱转来就好，免惊。董事长，大小姐去吓惊着。是啊，啊，就算毋知影吼，迄个排骨的因爸仔囝啊来厝内面大细声安尼，嚷甲歹听甲安尼，啊阿阳就歹性地，就安尼把好啊搬咧张咧，就要转去。啊，我也是想讲吼，叫伊讲无嘛，等你转来才甲伊斗阵去。啊，伊都无听我的话啦，讲到半路讲，车后迄落人，哎哟好脚好手呢，入要半路，徛倒要讲抢钱。手机，哈哈哈！董事长啊，恭喜恭喜啊！真总诶！啊，我知。我弄手咧是遐欢喜哦，搁咧讲恭喜讲什么恭喜？无啦，报告大小姐，讲实在，你去互抢，这算起来算善事啦。因为吼，恁两母仔囝吼啊足有钱，啊而且也毋捌做善事啊，钱遐尼济，也毋捌讲去铺桥做路，也是救济贫苦，也是讲当恁有借钱拢无做啊。你去互抢钱算吼，接一个阴德的啦。哈哈。但你讲的是啥物话？伊若真是讲需要钱吼，甲我讲，我会援助伊。啊，亲像即款的吼，安尼好脚好手，唔拖唔趁，踮喺半路安尼要甲人抢钱，这要哪会用去互伊？啊，互伊都愈好款啊！哈，有影吼，安尼袂用的啦。也是讲哦，大小姐，啊你敢有去互抢去？我都看到遐歹人，我都惊甲咧脚软手软啊！但嘛毋知有抢去无，我嘛毋知。啊是讲刚才尾啊吼，尾也是迄什么排骨的，因爸仔囝来救阮的啦。哦，足勇敢的啦，因来救你哦。是当是有人受伤无？有啊，有。嘿啊，排骨的受伤啊。啊，排骨的受伤哦。哇！是啊，啊是讲吼，好佳哉有因爸仔囝，啊若无吼，阮母仔囝都无通好遮好食困，安尼平安转来遮。有影即摆吼，佳哉伊救咱是咱的温情人，咱爱好好啊甲人报答。对啦，应该啦，伊是咱的温情人，咱爱甲报答才对咧。邓总诶，啊，客官知。你去找吼，找看迄排骨的因爸仔囝。是住咧倒一间病院，啊！你买一寡吼礼物啦，啊，佮摕钱去甲因看，知无？报告大小姐，即摆吼啊已经暗啊，啊下官而且有算过命吼，迄算命甲下官讲吼，暗时啊袂用去看病人，无会去煞着吼。又够惊死！无法度，我自细汉就无打。阮阿爸呢，为着要赶遐歹人，害咱着想去住病院。啊，对，我隔壁啊，较济啦，来，啊，恁哪来？来，今个听恁爸仔囝为着救人哦，啊，恁阿爸讲用台阶受伤了。嘿啦，啊，即摆人伫咧病院的。是讲这讲对啊，恁爸这个做哦，通知来，大家就学咯啦，规个知名度拢摕悬个咧。有影哦，人阮爸知名度本来就足悬的啊，但是较早是算臭名万世啦，啊，即摆计算好人好事啦，所以大家毋知拢知影。嘿呐，我今哦专工要来看恁老爸哦，你敢甲我讲，因为恁老爸住在倒一间病院啊？哦，哎呀，无啥，唔免去啦。啥免去？啊，我物件拢买落啊，你叫阮摕转家己食哦。这哦，啊，真正要摕病哦。我讲啊，爱都住伫咧土地公庙边啊，迄间哦，都景德病院啊啦。咱甲咱平安啦。啊，老还恁俩。啊，嘿，阮爸吼，本来是安尼伫这庄仔内吼，一个人怨通庄怨伊一个，啊，想袂到即摆安尼为着甲迄两个歹人拼，啊，叫抬一空仔囝尔，啊，知名度规个拢掠悬。嘿，迄阵啊，这细摊应该都爱我饲我才对咧，啊，通去互伊饲我，互饲我都叫养去啊。大团，嘿嘿。哟，你敢会迄个做下水的？啊，不下官。啊，我知，你这物件一定换要来看阮老爸，要互阮老爸食对唔对？哎，巧。听人讲的啦，若讲你这包来吼，已经排到第290几个。什么遐早来啊，排到遐晚？你唔知哦？啊，你是毋是原来要去病院看阮老爸？对。好，无要紧，我拄啊好煮一寡地瓜汤要过来病院。你带来。来，咱斗阵。
等来哦，来进来。死因啊！来，爸这。爸讲叫你安尼，倒来煮些物件给我食，结果你让我带食。都对咩？啊，唔加知啊，有人摕物件阿爸食，要叫阿爸枵死啊！你讲的什么话？我跟你讲哦，人送猪肝来呢，爱猪肝青青要哪食？迄无煮好食个青青若互阿爸食落，阿爸会去食到迄内底迄大肠镜呢。啊，你食啥？你袂较紧死的呢？啊，我就是不爱你遐紧死，我毋则甲煮好食，则要赶来去互你食对哇吼。安尼对呀。啊，出年啊？嘿啊。哦。病带袂调，艰苦啊，咱要规家倒转来较方便啊。好啦，那安尼也好啦，转来就好啊，咱讲实的啦，转来安尼一家团圆，咱也好啦。啊，迄是要我食，你若家己就输了啊。爸，咱两个算爸仔囝着，我恁囝你阮老爸啊，爸囝同一体啊。甲母仔囝同一体同款意思啊！阮老母大腹肚有我心怀着家的时啊，阮老母若食猪肝汤，就是等于直接补着我啊！啊，我即摆是恁囝，啊，我若食着直接补着你啊！安尼这样有心呢？无啦，恁囝大包要哪有心？讲笑话，我是试我安尼汤头好啊，我来，来，加油加油！唔食，惊个爱好讲咧讲一大堆。袂歹哦，够了，咸酱袂歹吼。喂，啥物人？哪一个？这个啊，歹势，我几乎忘了你的存在。啊，这个就是迄个做下官的啦，伊是奉到因董事的命令，我来摕礼物来了，要来看阿爸的。对啦。哦，这当。歹势啦，莫甲我功夫啊！无，这无啥啦，这阮董事长的意思，讲一点仔意思啊。那我的意思就毋是安尼，我的意思哦，当然啊，送我高贵，可能药材该补一下啦。应该，是讲人来到就唔免过遐功夫咧。爱话，甲摕下点手免客气啊。谢谢啊。落来，快过来！你这条小拖呀，骨到底咧行啊明？无啦，这代志都唔明，骹骨手骨拢甲你开啊！等下，爸，这团换我，看恁囝的红起来，顶下倒举管。打，咩的？我要多一支，出去。少年的叫嚣真好，真的。